定。抓灵家伊小小红定。阮在道边，听你情形，不由过爱红花影。呀，驸马，拿去枪枪归何来？爹娘，这才享受宴失败。心不缺色，互人害伊猜。身体欠安，这驸马一定爱谅解，并非故意，毋通乱心怀。你假扮在府，我早知。是真是假，你既也了解，区区小事，依我动咯，就不应该哦。公主啊 ！Hello， 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不止我们的蛙贵和我们的蜜蜂大大的也上来咯，还有呢我们的小秋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不是老师很喜欢这个条纹的衣服了哈，是因为呢，今天去到这个日照中心呢，所以说呢，我也穿这一件我们晚上就穿这一件上来。那呢，小秋等一下去上课哦，所以会先离开一下下。那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呢也上来哈，玩一下下哈。来，欢迎大家收听咱语涵的广播电台。佮小等一下，咱等一寡朋友咧，入来的过程当中，先来听咱这个一路打紧机的 CD 专辑哦。心不怕失不留，为爱多做。蜜蜂大大，你放心的等一下呢会穿插国语穿插台语，所以你可以放心的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过来咧，咱这个 XAV 大大来讲等下刚有抽奖为什么有这个抽奖的节目咧？那欢迎咧，咱这个皮筋呢小蘑菇起来，咱这个语涵的广播电台。节目的一开始咧，咱一定要来唱咱这个七里调，欢迎大家起来，咱这个语涵的广播电台，咱做伙来收听这条七里调。欢迎收听语涵的电台，准时8点，互恁笑嗨嗨。阮的节目是袂凊彩，文化推动。恁同齐来，福气不断，福运来，喜剧新闻报你知。戏团唱多姿彩，戏剧团成又要我亲手在。
顺心、吉祥、感恩。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哟。稍待会呢来我们的气象预报喽。欢迎大家上来哈，我们的 XAV 大大说呢，想要后面的海报哦，没问题的啦哈。如果呢你来购买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呢，这个360元的专辑呢，就会送后面的海报哦。那呢，如果呢，是我们台湾的朋友吗？也可以呢，在加赖哈，加入我们底下的连结资讯栏，有我们的赖群组连结哈，可以加入进来，有机会呢，我们来办个活动哈。想不到有人喜欢这个海报啊！欢迎大家呢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雨涵的广播电台。明天的天气呢，我们的北部地区这个台北地区哇，贵大大，我跟你讲一样呢要来携带雨具咯。明天呢台北地区的降雨几率呢大概在20%左右，其他呢中南部呢大概在10%左右，以及我们的台东地区明天的降雨几率呢大概也在20%左右哦。所以呢全台呢尽量都带一下你的雨具，不管是你的雨衣啦，你的雨伞都尽量的给它带一下哦。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美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底下呢的连结有我们这个赖群组的连结哦，欢迎加入。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那呢，礼拜四就是今天呢比较特别，但呢也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哦，这边呢嘛会讲国语所以呢大家放心收听咱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明仔的天气呢，咱的北部的天气台北地区这个降雨的几率大概咧20%，一讲咧咱东部嘛是20%哦，咱的中南部差不多10%左右，所以会当小放心一下，安尼就对啦过来欢迎大家咧起来咱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首先呢，先来唱一个歌曲等下呢，卡大家来做介绍。今仔日的主题一讲呢，今仔日的新闻哦。咱的碗粿哭哭无唔对啦明天呢，这个北部还是会降雨的哦。再来，咱来收听这条咱的花娇燕一讲良夜之歌。再来呢，我们来收听呢这首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昆阳广播70享受，心不快笑无理由，归爱多做去拜寿，绵绵亲嫂老优秀。滚雷风甲千斤里，可比红红点金金，甲伊归爱心情
乐养富贵。金端八宝新相片，头顶皇冠面水，天梯乐观天保佑。我嘅比赛，伊负担好买回过伊。先欢迎你来咱这个 YUCH 大大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这条呢，咱这个花轿宴，伊甲咱这个《良夜之歌》呢，代表咱这个一路打进去 CD 专辑内底呢，这个公主非常野蛮的个性哦。过来呢，来报这个新闻是离咱这个新竹的新闻。哇，这个脚踏车这个动面车的这个这个骑士呢，嘛就野蛮的哦。等下呢，来甲大家来粗粗公布一下。这个脚踏车的骑士咧停红灯的时阵呢，竟然用脚踏边啊，这个机车还有咧煞绊倒哦。竟然咧，这个脚踏车的这个骑士在徛伊，也无停落来啦。结果咧，警方咧要来调查哦，看伊的动机是啥物哦。这是呢，发生在我们新竹的新闻有这个脚踏车的骑士呢，非常的生气不知道为什么呢，踹了旁边的女骑士一脚，害旁边的女骑士呢就摔车了。摔车之后呢，他居然这个肇事逃逸哦，他就给他的脚踏车就给他骑走了。结果呢，这个警方呢，当然要把他调回来问看看呢，他到底为什么呢要来踹旁边的女骑士哦？这是发生在我们新竹的新闻。过来呢是咱这个台东的新闻啦有这个怪手呢对2楼呢来摔到1楼，结果呢透早发生透早发生下晡呢就警告这个怪手呢来甲用走伊，过来呢过当天呢就继续来甲动工。为什么这个呢工程讲因为呢这个规模这个规模太小了啦。所以讲呢，就算有这个出包的问题，有这个出包的状况呢，嘛，这当讲呢，用这个良性的劝导利益，所以呢，这个民众呢，附近的这个厝边拢无法度接受哦。这是咱台东的新闻，台东的新闻有这个怪手呢，从这个2楼掉到1楼。结果呢，早上发生而已下午就赶紧把它撤除。隔天呢就恢复动工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说这个工程的规模太小了啦，所以说呢，这个出包也只能用这个劝导的了没办法呢，这个开法，这个民众呢当然觉得难以接受。这个是我们台东的新闻哦，也欢迎我们的西中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咱这个小蘑菇大大公我家的母老虎一定躲在树上偷看怎么称人家母老虎呢？虽然呢，大家拢知影你咧讲上，但是袂当安尼啦欢迎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虽然呢，今天礼拜4是我们的台语电台，但是呢，我们会穿插一下一半台语一半国语让大家都听得懂哦。也欢迎我们的 DNCA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欢迎大家起来收听，不管你来听咱的戏曲，来听明仔的天气，也有今仔日的新闻，都欢迎你收听哦。欢迎大家上来收听，不论呢来收听戏曲，还是呢明天的这个天气，还有今天的新闻，都欢迎大家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过来咧，穿插一个歌曲咱的莲花铁三郎一港风萧萧，一港红萧萧，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欢迎大家进来。我们的蜜蜂大大因为是台语节目，就赶快绕跑了，是不是？咱来收听这首莲花铁三郎一港风萧萧。太祖金雕领风兵，贵府替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悔满身形。天老小兵叫万声，哎呀！尊神加倍不将礼敬，听说笑我落君第因，恢复罪义，公论分明。山林行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遐里情影，不由归爱，讲红花影。这条呢是咱这个莲花铁三郎一港风萧萧。哟，驸马，落去冲冲为何来？爹娘70相寿宴失败，心不可惜，互人害意猜。身体欠安，请驸马你着爱谅解，并非故意，唔通乱心怀意。你假扮在府。我早知是真是假，你也了解。苦苦小事，你我懂了，就不应该哟。哇，这个呢一小段呢，诠释给大家听一下说我们这个一诺打进去的 CD 专辑里面呢，都是由我这个钱蛋雨涵本人呢，整张专辑来录起来的哦。所以呢，这个男女生的切换，也欢迎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来播报我们屏东的新闻哦。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说这个东北的母老虎很凶的哦。过来咧，讲到咱这个屏东的新闻昨半暝啊咧，既然咧，这个家己这个机车咧，当啊烧起来了后咧，嘛烧到厝边的厝哇，这个损失可能要300万以上啦，因为还有烧到厝边的厝。哇，听讲咧，伊前2礼拜这个机车咧才当啊，这个大保养结束尔，既然咧会家己叫火烧起来。过
来咧，咱专业的人士就咧提醒吼，那发生咧这个不管是你的机车啦，你的这个行动电源啊等等吼，那家己去回收起来咧，爱记哦，爱先甲翕相，爱先甲录影，爱记吼，爱自保一个，安尼就对了吼。再来播报这一则新闻呢，是我们台东的新闻哦。半夜呢，有这个机车自然自己烧起来，结果呢也烧到邻居左右邻居的家啦。预计呢可能要修缮大概300万，哇，这个300万不是说这个300块而已啦，非常非常的贵哈。尤其呢，这台机车在前2周呢才去做这个大保养结束而已，怎么会烧起来呢？也这个业主呢，这个专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呢你的行动电源、你的机车、你的汽车，不管任何东西呢，如果烧起来的话，要记得呢拍照或是录影来自保因为呢，这个机车骑士的这个机车行，这个呢，明天呢也会去勘察一下说为什么呢这台机车会自燃哦，所以也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起来咱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过来呢是咱这个台北的新闻哦。台北咧，去年这个6月份，这个2025年的6月份咧，有这个18岁这个女骑士互这个吊车去弄到结果咧死亡，死亡了咧，这个吊车的这个司机嘛，伫去年的10月份嘛去敲伊啊，结果咧伊的子女放弃继承。哇，安尼呢就足害啊！这个伊的囝儿逝世竟然放弃了咧，这个继承因爸爸的这个财产权啦，安尼是要找上来补偿，安尼就对。过来咧，这个负责的公司咧，这个吊车的公司这个开庭的时阵咧，一句话都无讲，而且咧，这个司机啦，也是咱这个吊车的公司拢无回释咧。这个家属咧，当然咧非常非常的生气哦。过来咧嘛，欢迎咱这个 F 大大起来，咱这个古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咱这个 F 大大哦，欢迎你起来所做开讲。今仔日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但是咧一半句而且咧嘛掺一寡国语互咱这个线顶的朋友所听，安尼就对啦播报了这一则呢，是我们台北呢去年的新闻哦。2025年的6月呢，有这个18岁的女骑士遭这个吊车呢所撞到就身亡了。结果呢，想不到呢，这个去年的10月这个吊车司机呢居然也病逝了。你想说那子女呢应该要赔偿这笔费用，对不对？结果呢，子女也放弃继承。哇，完蛋了！那这个呢，要找谁赔偿呢？这个呢，家属就告到法院啦。结果呢，这个吊车司机的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也去开庭了，结果一句话也没有讲。就包含这个司机啦，然后他的子女啦，以及公司的负责人呢，都没有出面的来道歉哦，一句这个对不起都没有说。当然呢，家属呢是非常的气愤哦。等下呢，要来报咱这个花莲的新闻莫袂记起来咧，不管你是一边咧做家内事的过程当中，一边咧陪伴你厝内底这个家人啦、朋友啦，拢会当收听咱这个古涵的广播电台。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呢，不论呢你在做家事，或者是陪伴家人的家人以及朋友呢，都可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欢迎大家上来。等一下呢，来穿插这首
七字调。感恩大家，我们来聆听我们歌仔戏的国歌《七字调》。新家伯伯呀，走三关，改我所以有回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不传。四盆无丹啊，百事为无风无雨啊，花袂开。等待来三个啊，来当落水。落花心啊，花照开。这是咧咱这个传统的七字仔调吼，用咱这个新骑白马走三关，四盆牡丹百事为所唱。卖袂记哦，帮阮订阅，帮阮关注，帮阮按赞起来吼。过来咧，咱的我贵大大讲吼，这个蜜蜂咧，上介意吼，这条歌曲，无唔对哦。来嘞，咱这 F 大大讲吼，老师可以把桌上的小蛋照片欣赏近一点吗？当然是可以的哈，但是咧，这个角色是什么人呢？等下来所做解说一下哦。为什么吼这个喙形咧会甲画遐尼大吼？这个咧叫做六娘，就是咧咱这个单杀五娘吼，这个六娘哦，六娘吼伊的喙形啦，足大啦，意思讲吼，有较歹小看安尼意思就对啦吼。所以咧六娘敢是正小段，六娘咧毋是正小段，伊是一个搞笑的角色安尼就对啦吼。嘛欢迎咱这个 ANNE 大大起来，咱这个语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咱这个 ANNE 大大的赞，伊讲爱心哦。歹势吼，我英文真正足无好诶，一边讲台语咧，一边要练英文吼，有较困难小可吼。欢迎大家起来，咱这个语涵的广播电台，过来讲咱这个华人的新闻哦。花莲呢有一个警方吼，伊咧放假的时阵呢，甲伊的朋友吼要上山打猎啦，想讲呢，来炸这个枪支吼，结果呢，炸这个枪支的时阵呢，伊甲伊的枪支吼，挖里的壁里，结果呢，想袂到这个壁吼，想袂到这个枪吼，大叫倒去。结果呢，这个击中呢，伊的同行友人哦，去病着吼，伊的朋友啦，这个朋友呢，当身亡，当翘去吼，哇！结果呢，伊是警方啊，为什么呢？有这个拍蜡的这个枪就对啦吼，结果这个打蜡的枪吼，叫做讲做这个拍蜡吼。为什么呢？有这个打蜡的枪呢？其实吼是违法的哦。其实呢，无经过这个登记啦，吼，歹势，我即马是咧讲啥哦？伊无经过这个登记呢，去互摕这个枪吼。结果呢，因为伊是原住民，其实呢，原住民吼会当摕枪啦，会当摕这个枪吼。结果呢，因为伊无登记吼，无申请许可，只爱罚这个吼2000到2万左右，因为是非法的枪支。
但是吼，伊既然写死伊的朋友吼，我想应该嘛真后悔，安尼就对。过来这个新闻呢，是咱这个花莲的新闻，花莲的新闻，这样就对了吼。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呢？我是男生哈，只是呢，为什么叫做钱蛋雨涵呢？在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的意思啦哈。是男生没有错，感恩我们的蛙柜管理员哦，帮我删除了这个留言，以及呢也帮我回答，感恩我们的蛙柜管理员。也感恩呢，我们的小秋说哈，刚才唱歌好听，对不对？感恩我们的小秋。这则新闻呢，是我们花莲的新闻哦。有这个警察呢，放假的时候呢，想说哈，带着他的同行友人上山打猎，结果呢，他把这个枪支靠在这个墙边呐，想不到呢，这个枪支呢倒掉去射杀了他的这个同行友人，他的同行友人呢，居然就死亡喽。那为什么呢？他有这支枪支呢？而且是没有经过申请的，是非法枪支哦。那呢，原住民呢，其实是可以持有这个猎杀的，是可以持有这个打猎的这个枪支，只是说呢，要经过申请许可哦。那呢，这个如果没有申请许可的话，可以处2000到2万元哈。你们有没有觉得呢？是否太少了呢？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一样穿插这首7字调，但是呢来唱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的内容咯。世上好顶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天地君亲属啊，就交拜君在亲上，你敢知？在家好庙啊，对你的敬上，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成平公主对我来爱说明。这是呢我们传统的7字调，配上呢这个一怒打金枝的剧情，这样就对了哈。再来呢，我们的 VICYCK 大大呢，他说呢，你会唱这个小美满吗？小美满是什么歌曲哈？抱歉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歌曲，所以呢无法唱给你听跟你说声抱歉哦。再来呢，我们的 Yes 大大说呢，我是你二伯 ，Hello， 我来筹人数是我二伯啊，你是哪里的二伯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呢。是眼镜行还是呢？是哪里的二伯你没有讲清楚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二伯呢。欢迎呢，我们的蛙柜提醒大家新进来的朋友呢，别忘记帮我们按赞、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分享起来，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来咧，等下咧来甲大家分享一下今仔日咧所发生的代志这个咧 VICK 大大讲周深唱的这个小美满抱歉主播不会唱流行歌。
这台呢都只有唱这个歌仔戏的曲调哦，所以说呢这个流行歌哦，我实在唱不出来。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最爱 AN 大大上来玉坎的广播电台，欢迎你。来咧，来分享一个吼，咱今仔日咧所要讲的代志。对，咱这个 F 大大咧的写讲吼，这个老师的这个手写春联咧，老师咧所写的这个手写吼，这个春联咧要什么时阵吼会开始发行，安尼就对啦吼。等下咧就是要开讲这件代志哦。今仔日咧，我去这个印刷厂吼，去看咧这个印刷厂来讲吼，哦，我有咧看你这个直播节目呢，我有在看你直播呢，害我吼都歹势起来吼。原本咧讲吼要印这个250张啦，我甲问问讲吼，无咱印一啦500张会好啦吼，无讲实在吼，你有咧甲我观赏这个直播节目吼，我无甲你交关吼，要哪会真印一安尼吼。歹势吼，既然讲实在吼，这个卡词吼，叫袂认真安尼就对了吼。给他唱下去，输人不输阵吼。但是呢，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歌曲呢。再来咧，今仔日这个印刷厂吼，甲我配合的时阵呢，阮差不多讲吼，这个印刷的时间呢，因为吼，不包含假日，差不多2-3天左右啦，所以呢，应该后礼拜才会摕到。过来呢，这个春联呢，会当免费来摕吼。但是呢，你爱吼加入阮的赖群组内底哦，加入阮的赖群组内底咧，甲我讲吼，你想要这个春联啊，甲阮做一下互动诶，甲我讲咧，这个地址顶吼，我才有法度寄互恁，安尼就对啦吼。这是咱这个春联手写春联咧，到时阵呢会来发放哦。伊讲我这个日照中心呐，也个有这个寄售店家咧，买同行来发放，安尼就对。过来咧，这个印刷厂咧，就甲我开讲吼，讲咧，咱这会当赚吼，咱家己会当赚的钱，若袂当赚的钱吼，咱就莫靠别人咧来甲咱供养，安尼意思就对啦吼。我听着安尼吼，感觉讲袂歹哦。因为吼，我伫咧甲分享吼，其实咧，足侪演员咧，拢是因为吼，大家打即个赏金啦、等啦吼，拢靠别人咧咧甲供养安尼意思就对。所以我就咧讲吼，其实吼，安尼粉丝咧，你会食我的醋啦，我会食伊的醋啦，伊会食你的醋啦，等吼，即个三角的关系吼，就足复杂的。所以就咧讲咧，会当趁咱家己咧所会当趁的钱，但是咧，即个吼袂当趁的咧，千万唔通吼靠人来供养哦。今仔日吼，甲伊开讲足济，等下咧来甲分享起来，安尼就对。咱先来穿插一下歌曲，咱的妻子连空奏，感恩大家期待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穿插这条歌曲，妻子连空奏。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和呀，天庆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一爱一君对心行百里呀，实在太乱来。我会好受亲像个
娘，羞愧又分开。红给娇娘啊，无悔做定悲哀，一步经顺选骄傲自大，往下成现态，过牛卖冤家当尊啊，当心抓住彩，精神渐将生地大意，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空奏吼，这条呢是咱这个七里啊连空奏，就是咧咱的传统的七里啊调，自头唱到尾啊吼，敢有好听？那好听咧，互阮一个趁钱的拍扑啊声。过来咧嘛，欢迎咱这个中模起来，咱这个高含的广播电台。头则咧讲到咱这个春联吼，然后看到这个贴文咧，拢会看到写讲吼，这个平安顺心啦，平安顺心。啊，过来咧，咱这个吼吉祥感恩。吉祥感恩的春联，啊，你就会想讲吼，奇怪呢，啊那春联吼，应该画伫这个红色纸的顶面啦，你看写伫白纸顶面吼，因为呢，为着要去印刷啦，啊，所以讲咧，咱来写伫咱这个白纸顶面吼，伊才有法度咧来甲扫描来做印刷。啊，其实咧，我嘛做唔定一件代志，安尼就对啦吼。想袂到讲咧，啊，若要改色吼，比如讲咧，咱若要即个改即个黄色啦，还是改即个金色啦，等等啦吼，咱应该咧爱用即个黑色的笔吼来去写就好啦，唔免咧家己调即个色吼，唔免家己写即个色，因为咧即个扫描起来吼袂水。啊，所以讲呢，我昨吼佮特别咧影印转来吼，用这个奇异笔咧，佮较画过吼，较送这个印刷厂咧来甲所做这个扫描，安尼就对。所以讲呢，你若有想要吼写这个毛笔字啦，想要写这个春联啦，去甲印刷啦。爱记哦，你若想要咧印这个金色的字啦，还是想要印这个黄色的字吼，唔免家己甲写做这个黄色啦，唔免家己甲写做这个金色吼，这个送这个扫描厂咧，因就会甲你用哦。感恩咱这个我过一讲咱美丽的趁钱的拍扑啊声。过来咧，继续来甲大家分享落去哦。这个印刷厂的头家娘吼，伊就咧讲咧，你的心吼，若无定啦，不管你拜什么神明咧，拢同款吼，你就一个神明换过一个神明，嘛有可能咧，你今仔拜道教啦，明仔载就信佛教啦，啊佛教完咧，明仔载搁个信这个基督教吼，为什么咧？因为咱的心袂定，安尼就对啦吼。所以讲咧，为什么甲大家分享咧？咱所做每一件代志。爱知影咧，为什么咱要安尼做啦？吼，咱无爱想讲啊，结果会是安怎？但是咧，咱爱知影讲咧，这个过程当中，你家己咧做啥物代志，安尼就对。哦，你是基督教的，没有错。所以说呢，基督教每天也都会祷告，对不对？要知道呢自己的信仰哦。然后呢，你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如同说呢，为什么咱要开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来推广安尼戏曲文化啦，推广呢今仔日的新闻啦，
马仔的天气吼，造福大众，伊讲咧拍咱这个武汉电台的这个名声啦，不是拍我个人的名声。所以讲咧，嘛感恩咱这个小秋吼，今仔日咧，甲我吼嘛对一节课，而且咧所甲我开讲落去咧，伊嘛知影讲咧，这个武汉电台吼，为什么要来做这个直播的节目哦？再讲呢，为什么吼这个头家娘吼在咧讲咧，心若袂定，你拜什么神明吼，得一定换，就是安尼意思啦吼。对，不分宗教，不分你我啊，但是呢，一定要知道呢自己在做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吼。很棒的这个小蘑菇哦，掌声鼓励。真的，这个基督教是不是吃饭前跟睡前也都会祷告啊？这个佛教呢，会先呢，这个祈福还愿呢给所有人，对不对？每个宗教呢都有它的不一样的仪式感，对吗？也欢迎你呢，上来跟我们分享呢，你的宗教有什么仪式感哦？比如说呢，你是这个基督教的朋友，你圣诞节会做什么事情？甚至呢，你有其他的宗教信仰，你在其他节日呢会做什么事情呢？过来咧，伊就咧讲吼，咱这个磁场咧，其实吼，这个线啦吼，就会善循环啊。但是咧，你若吼这个恶性的人吼，你就等于这个恶性的人就对了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们说对吗？我今仔日吼，甲这个这个印刷厂的头家娘咧，既然吼，这个开工要半点钟哦。只是去吼印食咱的春联尔吼，既然呢，甲伊所做开讲吼，开讲要半点钟，嘛是真好笑啦吼。可能呢内底头家可能会想讲吼，恁是要开讲偌久吼？过来唱一下歌曲，等下咧，卡大家讲哦。这个咧，为什么讲今仔日的主题，你咧无用咧向头前所行所以咧无时间吼往后边所看。忙碌前行呢，却没有时间呢，可以来做回顾。这是什么样的主题呢？你有去这个圣诞节去抽奖哦？这个圣诞节呢，感觉这个教会也是蛮好玩的来，我们来听这首都马调，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反抗之时，煞来无势力。并非故意出手来打金鸡，不免强势假大理。驸马，若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得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行军神的礼仪，方才是骄蛮不将功补敬，现在是我实的爱压头将礼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输赢争？待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雕工，将伊使卡死失手，是我不介意，叫做将命，夫妻才能在好下去。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要告状，你又能奈我何？招聘招行，我拢有照做，劝你过爱，免来啰嗦。
我哩记定，娘做应怎不对你呀？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这条呢是咱这个传统的杜马调吼，啊，你其中呢你会听到吼，这个呢，唱三句啊讲一下话，唱四句啊搁讲一下话吼，佮会照咱这个传统的杜马调呢，无啥共款安尼就对啦吼。这是呢阮特别的所写的剧本哦，啊，今年度呢，买来写这个陈世美凡间。爱记吼，起来咱锁定的好朋友，帮我来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如果呢，那这台吼真正袂歹看、袂歹听的话呢，拜托你吼，分享给你所有观众朋友哦，你的朋友所听安尼就对了吼。欢迎大家呢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那呢，如果真的还蛮好听的话呢，记得呢帮我们分享出去，给呢你的身边的好朋友知道雨涵的广播电台。过来呢，我有所看到吼，咱这个蜜蜂的留言哦，咱这个蜜蜂讲吼，想要听咱这个七里啊调，敢对？来，咱来听这条七里啊调。心气啊，贝贝啊。走三关，解我所有会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报传。四盆无担啊，百事为无风无摇啊，花未开。等待来三家啊，来当落水。落花心啊，花照开。这条呢是咱这个传统的七里啊调吼，感恩咱的蜜蜂大大的点播。过来呢，咱这个小蘑菇讲吼，我是你的忠实的这个观众啦，哇！我们小蘑菇是我们忠实的观众，感恩我们的小蘑菇。一讲呢嘛，欢迎呢咱这个 YOU 大大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哈哈，咱的小乐嘛起来哟，欢迎咱的小乐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我最辣辣的爱你。来呢，继续来讲落去哦，咱的今仔日的新闻吼，先欢迎咱的小乐哦，哇，真正一久无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哈，我们的小乐呢，真的很久呢没有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啊，今仔日呢是咱这个礼拜四吼，咱这个台语的节目，我们礼拜四呢这个台语的节目啊，但是呢会一边呢来穿插国语哦，欢迎呢我们的小乐再度上来。过来呢，来报咱这个台南的新闻咯。台南吼，这个机车呢停伫路边啦，
啊，结果呢，停伫路边呢，转来呢，要来牵车的时阵吼，想袂到呢，伊的车辆哦，去互即个警察呢来甲拖去。啊，为什么拖去？即个警察讲咧吼，即个咧，伊的即个尾流啦，即个车牌吼，去互翘起来。所以讲咧，家己的车吼，去互拖去，一共咧，即个吼。甲扣即个车牌，也阁有罚钱哦，罚即个36000块啦。啊，即个民众哦，当然就生气啊，有2台车拢共款哦，拢叫人拖去哦。即个民众就生气吼，去即个监理站咧，阁所做检查吼，竟然会通过啦。啊，你毋是讲我翘即个尾流，啊，结果咧，为什么我所做即个监理站的即个检查吼会过吼？安尼嘛足奇怪，安尼就对啦吼。今日咧，即个公路局吼，就咧讲咧，建议咧，咱警察方吼，爱叫加强吼，咱即个训练，安尼就对啦吼，要加强训练。过来咧，讲一个咱的国语就对啦吼。我们台南的新闻有这个机车呢停在路边吼，想不到呢被这个警察所拖掉哦。啊，为什么脱掉呢？他说呢，他尾巴这个车牌的地方呢，翘起来了，所以不行给它脱掉，以及呢扣销他的这个车牌哦，然后呢还罚了这个36000元，哇，这个真的是大礼包大红包结果呢，这个机车骑士呢，2名的机车骑士呢，当然非常的生气啊，把他的车子呢再送到这个监理站所做检查。结果呢，这个监理站居然会通过啦，他的车牌呢根本就没有问题这个公路局呢就建议我们的警方要多多的加强训练哦。这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台南的新闻哦。过来呢，欢迎呢，咱这个歌粿呢，帮咱这个推广伊讲呢，这个爱记哦，阮暗时呢，这个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拢有咱这个直播节目哦。除了咱这个礼拜四是咱这个台机台爱记帮阮订阅，帮阮关注，帮阮按赞起来哦。我们的蛙柜管理员呢，在提醒大家哦，要记得呢，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帮我分享出去哦。不止呢，来聆听呢这个戏曲的小知识，明天的天气，还有今天的即时新闻。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感恩大家，也欢迎我们的新城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新成功呢，足久无来啊而且呢，对这个澳大利亚呢，都回来台湾哦。欢迎咱这个新城，今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哇，这个澳大利亚跟我好胜。你好，玩果那个字，玩果啦，歌乌偶果歌乌偶果。这个台语叫做碗粿碗粿就是咱咧食的迄白白迄个物件叫做碗粿这国语呢叫做丸果但是呢，你若讲国语敢若怪怪，安尼就对啦过来呢，来讲咱这个高雄的新闻咯。高雄呢，是不是呢？我们今年的11月呢，会有这个BTS 这个韩星呢，会来到高雄做这个演唱会呢。这个大家呢，这个房价啦就开始呢上涨了这个租房的啦这个旅店啦就上涨了5倍哦。所以说呢，如果高雄的朋友要记得这个要抢这个 BTS 的票如果你所在地就在高雄先恭喜你一下下，不用呢到附近呢来住这个饭店哦。过来呢是咱这个高雄的新闻啦这个11月份有咱这个韩星哦，咱这个 BTS 呢要来这个高雄呢来唱这个演唱会啦。
所以讲咧，这个吼，房屋咧，这个房价吼，就开始起5倍吼，哇，非常非常的悬啊，那就对啦吼。原本咧可能1000几块的这个房价吼，就变做5000几块安尼的意思就对啦吼。过来咧，欢迎咧咱这个念念，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过来呢嘛，欢迎咱这个 NIP 大大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哦。有一个新闻呢，是你敢知影咧？这个新年前吼，过年前咧，这个业者咧，竟然发明吼，咱这个智能的洗鞋柜。什么叫做智能的洗鞋柜呢？等一下来跟大家所做预告一下下，我们来聊一下呢即时的新闻咯，感恩大家。哇，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台湾哦。欢迎大家起来收听武汉的广播电台。咱这个蜜蜂大大吼，这个12月份的时阵，12月26刚是，迄时阵呢就倒转来台湾啦。那时候呢就回来我们台湾了哈。再来呢播报呢，现在哈新年前呢，居然呢发明了这个智能的洗鞋柜哈。你扫这个 QR 码，然后呢就可以把它放进去，跟我们这个邮局的这个 i 邮箱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啦？你可以呢在上面呢来预约呢，你想要洗的价位啦，以及呢你想要做的清洁服务啦，然后呢预约好时间，等到呢洗完后再来拿就可以了。所以说呢，这是我们这个智能的洗鞋柜，24小时开放的就对了啦吼。咱这个过年前呢，你敢会洗鞋啊咧？即马咧发明吼，咱这智能的洗鞋柜哦。你只要扫这个 QR code 吼，就会当咧甲定这个时间啦，你的价位啦，你讲咧你要亲自的这个服务啦。等到时间到了咧，你才来退吼。哇，你就有这个新的鞋啊会当穿啊哦。这是咧咱这个过年前，咱这个智能的洗鞋柜。哇，过来是咱这个台中的新闻哦。台中你敢知影有这个国家歌剧院、国家的这个歌剧院啦？结果咧，这个委外这个保全吼，讲咧，既然吼这个薪资这个薪水咧，来甲所做欠咧哦，既然吼，比如讲伊原本是14号发薪水啦，14号咧分一半的薪水，等到咧这个20几号的时阵吼，才来分后壁的薪水。敢有足含吼，既然呢无完全的互伊这个薪水安尼就对啦吼，这是咧这个委外这个保全人员。结果咧，这个劳工局咧，就甲查哦。结果咧，去年吼，这个委外保全公司咧，都有6件违反事件吼。这是咧，离咱这个台中的新闻。我们台中的新闻吼，你们知道吗？有这个国家歌剧院哦。哇！有遮侪朋友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哦，我等下甲大家拍一个招呼，安尼就对啦吼。过来呢，这是咱这个台中的歌剧院的新闻，安尼就对吼。这个委外这个保全公司呢，既然呢吼，这个欠薪水啦。比如讲呢，他原本14号所发薪水，结果呢，他拖到呢这个20几号呢才全额把它补贴完就对了。去年呢，这个劳工局给他查有6件的这个违反的事件哦。这是我们台中歌剧院的新闻。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 AN 大大上来语涵的广播电台。过来呢，咱这个皮筋的小蘑菇讲猫咪人啦起来伊就要走啊啦拜拜啦安尼，我常常咧讲像咱
前几集咧咧讲吼，若要来封杀一个人咧，爱默默的封杀，唔通咧这个对外宣扬啊，那就对了吼，甲你口坑一个啦吼。过来咧，才有一点仔恐怖的这个留言啊，那种吼，这个食企鹅哦，你确定这个企鹅会当食吗？有较恐怖小看哦。过来呢，咱来讲一下咧，咱的这个新闻的内容，安尼就对了吼。你感觉呢？这个储水哈，这个房价呢会不会跌呢？这个专家呢来说，可能呢，这个下半年哈会比较呢跌，这个房价会比较便宜一点点就对了啦哈。大家呢，如果你有要买房子的朋友呢，记得哦，再等一下下，不要太快的去买房子哦。过来咧是咱这个昨咧这个屏东的新闻啊，吼，这个嘛有够含的新闻，咱先来穿插一个，咱这个咧七字连、七字摇板，甲咱这个带七字一安的这个歌曲就对了哈。这个小蘑菇讲不，你就是要对外宣扬哦，对，不要对外宣扬了哈。如果对外宣扬呢，你会影响到我的频道了哈，因为呢这是善循环的频道啊，所以说呢，如果呢要宣传这个负面的能量哈，就拜托到其他台去宣传，也不要呢来我这一台来宣传这个负能量的哦哈。再来呢，我们来唱这首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感恩大家。公主做事理不明，颜色予人心头硬。当酒假使伊生病，待何人替好心不惊？驸马晓心，无将伊，因为爹娘啊望妻离，风风翻边冲了去，军队起灵来吃亏。大水风管难消去，听歹爸爸经受意，驸马无讲出情义，并告王阳听义。哇，过来吼，嘛欢迎咱这个黄正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一讲咧，咱这个吼，F 大大公咧想要听老师唱一条日本歌，没问题。等一下呢，来唱一下呢这首《重逢高雄港》的日文版哦。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听过哈？这个重逢高雄港呢？其实呢，它原本呢是一首日本的歌曲。那呢，我来唱一小段给大家听一下。但是呢，这首歌曲呢是在唱这个男女生分开的的故事的歌曲哦。所以说呢，如果你听到呢这个婚宴上所唱这个重逢高雄港的日文版这是不对的啦常常呢，这个歌手呢会不知道这个歌词的内容就照这样子来唱这个日语歌啊。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男女生分开的这个故事居然呢在婚宴上所唱。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重逢高雄港》的日文版。日と帰ってくるんだと大岩木山で
跳的吧。아나 코아치사 구나치다 아카메로 소라테 지카나네 코이요 토끼요 우라시레 와스레다카 가이데 코이요 가이데 코이요 가이데 코이요。这首呢是重逢高雄港的日文版哈，不知道好不好听哦。一个序曲节目哈，怎么会突然间穿插一首这个日语歌哦？感觉有点奇怪一点点。再来呢，我们的 F 大大说超赞，感恩你哦。再来呢，蛙贵说呢好好听，感恩我们的蛙贵。以及我们的蜜蜂大大说我们感觉呢那种看歌仔戏吃的不是爆米花，是些奇葩东西奇怪你们怎么都会举例出这些奇奇怪怪的料理呢？过来呢，来报咱这个屏东的新闻哦，也感恩呢我们这个 ANKE 大大的掌声，感恩你。咱来报咱这个屏东的新闻啊哈，昨呢有一只呢这个小客车呢，竟然呢弄入去这个店里。弄入去店里呢无大劲哦，竟然呢弄破这个店的这个装潢啦，结果呢让你这个余温内底让你这个气温内底结果呢这个驾驶竟然呢有法度脱困呢，这个驾驶呢脱困了呢，伊规身躯拢打打。奇怪呢，伊是安怎脱困了会当规身躯拢打打搁一边呢这个食薰一边呢打电话来求救哦。结果呢，等到呢这个早时这个店家呢，等下到这个所在的时阵呢，来发现结果呢来找这个驾驶的时阵呢，这个驾驶登来的人竟然是无共人。这个警方就咧讲到底呢，伊是咧盗骗什么？是因为呢，伊这个酒驾，还是有什么原因会来这个换一个人倒转来嘛真奇怪哦。结果呢，这个业者讲安尼损失差不多要30万左右啦，而且呢，这个新春年节进前竟然嘛无法度营业啦，因为呢，这个肇事者竟然讲呢，爱店家来这个估价了呢，这个估价了呢，这个合理伊才要出这条钱啦。靠这奇怪的代志呢，这是发生在咱这个屏东的新闻。来分享呢，今天呢发生在我们屏东的新闻哦。一个小客车呢，居然冲撞了店家然后呢，冲进去之后呢，不打紧，还呢撞破了这个围墙掉进去呢这个余温的里面。想不到呢，这个驾驶呢脱困的时候呢，居然有办法全身干干的脱困，还有办法呢停在路边抽烟啦、打电话啦。那呢，隔天呢早上这个店家呢来的时候呢，联络到这个驾驶居然来的人呢是不同人哦。那呢，这个警方就会说那呢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比如说呢，可能是酒驾啦，还是毒驾啦，甚至呢有其他的前科行为才呢不敢呢来现身所以会追缉到底这样子。这个业者呢初估说呢损失大概30万左右哦，因为呢年节也无法营业，这是呢对他们呢一个很大的困扰你年节呢如果无法营业就差了多少的营业额，而且呢这个肇事者还说要呢这个估价合理才会赔偿金哦。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不止呢我们这个刘启斌，还有呢我们这个谢这个这个完蛋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念呢，谢承俊吗？还是谢承什么如果呢大家会念的朋友呢，拜托帮我解答一下下
我就说我这个中文实在真的不好，所以说呢，这个字真的是难倒我了再来呢，我刚才也有看到其他朋友上来也欢迎我们的启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快点我们线上的朋友会不会念那个字？赶快呢帮我解答一下不然呢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字是怎么念感恩大家，也欢迎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每礼拜到拜五的暗时8点，然后我的收做直播节目爱美卖袂记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那呢，礼拜四比较特别一点是我们的台语台，但是呢会穿插呢这个国语的节目所以也欢迎大家不懂台语的朋友，甚至呢想要上来学习的朋友呢，都可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咯。再来呢是咱这个台北的新闻这个捷运顶面居然呢有人摕夹刀问隔壁的人讲呢，你敢需要这个夹头毛？你有需要剪头发吗？这2名乘客呢吓都吓死了当然就按这个求救铃这个警察来的时候呢，这个警方来的时候呢，紧把这个乘客来给抓落去，而且来给送病院这是咱这个台北捷运的新闻真的念俊所以呢，欢迎我们这个陈俊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所以人家说这个有边没边，没边读中间了算是我还有猜到一点点，这样就对了也欢迎呢我们的翠轩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而且呢，翠轩的名字还蛮特别的它前面呢有一个阮阳翠轩，蛮特别的一个名字，这样子有4个字，第一个字呢还是这个阮开头的再来呢，这个新闻呢是我们台北的新闻。台北的捷运上呢，居然有一名女子带着一把剪刀，还问呢一旁的这个乘客问说呢，你有需要剪头发吗？当然大家吓都吓死了，赶快呢按这个求救铃这个警方来的时候呢，来把他抓走把他送医等一下呢，再继续跟大家聊其他的新闻内容咯，感恩大家。阮跟林呢，大部分呢很多都是这个越南人原来如此。再来呢，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的7次连空奏来送给大家，但是呢要等我喝一口水因为呢有点口渴了，先等我一下下OK， 好，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7次连空奏。什么恐怖了？是说刚才那个新闻居然有女子呢带着一把剪刀上这个捷运上，还问旁边的2名乘客呢有需要剪头发吗？大家吓都吓死了上次那个张文的事件都已经快吓死了，还呢来这个拿着剪刀问两旁的乘客说要剪头发吗？这更恐怖来听这首7次连空奏。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好爱呀，奇情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
爱恋来，我会有何受亲像姑娘，受归又分开，红红的照了我无悔做定悲哀。伊不经顺选叫我自代，往下成现态，过我迈。冤家冤家当真啊，甘心抓住彩，情深渐将生地带，何言论你何以知？何以来排解？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空奏哦，也就是呢我们传统的七字调，来从头唱到尾。刚刚呢有讲到呢，这个捷运上呢，有人拿这个剪刀来问隔壁的乘客呢，需要帮忙剪头发吗？等一下呢，来跟他聊聊呢，这个张文的事件居然呢他预谋犯案了1年多哦。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易凯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这个张文呢，也就是呢上年呢去年的时候呢，去到这个台北捷运站，对不对？这个恐怖攻击事件哦，这个呢，他居然密谋了1年。而且呢，他其实不是失足而掉落的，不是失足掉落身亡的，他其实呢是故意的，他也把他的眼睛拔起来，然后呢也把这个呢背包放下来才跳下去的这个呢是这个畏罪身亡的概念。那呢，这个张文这个事件呢，他想不到哦，他在这个2年内他把他这个96万元呢，全部投资来呢他的房租啦，以及呢他要犯案的这些工具，好恐怖而且呢，他其实还有画这个设计图哦，跟他呢，这个工具啦。地点呢，其实呢都相符，所以说呢，这个是他自己的预谋犯案。那呢，警方呢也解获了他的平板之后呢，确定呢是他一个人所规划所犯案的，没有其他人一起的这是呢这个去年度的这个张文的事件他是呢预谋犯案，也预谋了1年哦，然后呢这个2年内的96万元都拿来呢这个全缴房租啦，以及呢做这一些犯罪的工具，这样就对了。那呢今天的主题内容是不是还没跟大家聊到呢？什么意思呢？你妈妈上来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所以呢，你用这个越南语跟她聊天，是不是？是哪位呢？害我好奇了哦，害我们大家都会好奇哦，你妈妈是哪一个？再来呢，来聊聊呢今天的主题内容。这个咧无闲的时阵呢，咱咧无闲咧，爱做咱即摆的代志咧，
往头前所行吼，所以呢无时间呢来所做这个回顾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忙碌之余呢，其实也没有时间呢来做这个回顾的事情哦。你有没有发现呢？跨年夜那一天甚至呢这个跨年的隔天2026年呢，是不是呢？他都会发这个文章所说感谢去年的自己啦，怎样怎样之类的啦哈。然后呢，这个2026年呢，新的一年开始呢，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呢，你会发现呢，雨涵电台呢完全没有在发这种文章的原因点，是因为呢，这个忙到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可以做回顾欢迎我们的这个黎妈妈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所以那个挥手是你帮他按的吗？那我再多给他呢2个亲吻声感恩呢，我们的蜜蜂妈妈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蜜蜂呢很会画画我很多图呢都是靠我们的蜜蜂大大呢来帮我画的，所以呢也支持他感恩呢不管是我们的蜜蜂，以及呢我们的黎妈妈，我们的蜜蜂的妈妈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你们有没有发这个呢回放的这个回顾的影片甚至呢这个照片来期许呢这个2026年呢要新做什么事情呢？我想我这个回顾的照片影片呢可能可以放到呢这个过年前呢再来发一下再来呢，也欢迎我们这个雪花饼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看到这个雪花饼干呢，还有我这个肚子都不禁饿起来了来播报一下我们桃园的新闻来报咱这个汤圆的新闻汤圆的这个护理之家呢，竟然给人收2万块的这个定金，结果呢，把这个患者把这个伊爱照顾的人呢，把载到这个急诊室把丢包安的意思就对啦结果呢，打电话给伊的家属甲讲呢，我无收你的钱你也无签约为什么呢？我要来照顾你厝内底的人，安尼就对啦哇，这个汤圆的这个护理之家真正嘛就真正大家会敢骂就对了这个呢，桃园的新闻桃园的护理之家他给这个家属呢收了这个2万元的定金，结果呢想不到说呢，却把人再去这个医院的急诊室来给他丢包。原因点是因为呢，他跟家属说我也没有收你的钱然后呢你又没有签约了，为什么呢？我要照顾你的家属哇，这个非常非常过分的护理之家这个是在我们桃园发生的新闻我们蜜蜂大大说呢，我妈感谢呢大家，以及呢我们的花桂妹妹好，然后呢弟弟你唱歌好听，继续感恩我们的这个妈妈。再来这个妈妈打字比较慢所以你帮她打对不对？来带一首呢我们的花椒叶以及良夜之歌，等一下呢我们再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混用公婆七早相守，心不快些无理由，归爱多做去拜寿，年年今扫老优秀。
盼见见，假意过爱结连理，心境定了向何归？金端爸爸心相平，桃地红冠便碎，金体乐观金宝衣。我嘅背在一湖淡，好嘛一回过。感恩呢，我们的明辉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明辉说呢，这直播可以哟，不错，赞哈！感恩我们的明辉的称赞，也欢迎呢新进来的朋友，别忘记哦，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感恩大家。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起来，不论呢来听戏曲的知识、我们的新闻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报哈。我们先来做呢这个腹式呼吸法以及感恩的3件事情，也欢迎呢我们的伟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伟成说哈，来了，来得及扫地吗？现在的节目呢进度呢到几趴了？这个呢蜜蜂大家说908%哦，哎，怎么这么高呢？再来呢，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不论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在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甚至贯穿到脑中，我们都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呢，我们要来感恩3件事情哦。不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对待你的主管，对待你的下属，对待你的同事之间，甚至呢今天在家庭当中对待你的长辈，对待你的小朋友，对待你的兄弟姐妹，我们都可以感恩3件事情。我们来感恩第1件事情哦，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2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非常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
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的广播电台哦。那呢，别忘记呢，上来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欢迎呢，我们的伟成回到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稍待会给你补一首歌曲哈，以及呢，给我们的明辉大大呢补一首歌曲，我们再准备做下播哦。来，我们来唱这首呢，这个传统曲调，我们的都马调。反抗之时，山来无势力，并可以故意出手来打根基，勉强输甲大理。驸马，就是爱我原谅你，你必须爱完成我的条件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行军神的礼仪，方才是骄蛮不将公保剑，现在是我实力爱压头将类型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输赢争？待我行礼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雕工，将伊塞卡死失手，是我不该叫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和下去。行礼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将有完美过正，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记好，我拢有照做，向你过爱，免来啰嗦，差你一点，俩做行。全部啊，对你啊，对你来量情，我不能忘情。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小可爱，以及呢，我们这个蜜蜂大大的这个妈妈了哈，再来呢，我们的明辉说呢，哎呀赞呐，这个唱得很好哈，感恩我们的明辉。再来呢，因为我们的蜜蜂大大哈喜欢听我们的7字调，再来唱一次哈我们的7字调，虽然呢他也可能会听的哈有点腻哦。再来也欢迎我们的 DOR 大大，以及呢我们的苑林，再来呢还有我们的 IUSA 大大哈，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来，再来这首我们的7字调，感恩大家。心骑白马啊，走山关，解我所有会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保全。
困无叹啊，百事为无风无摇啊，花袂开。等待来三个啊，来当落水。落花心啊，花照开。哇，我看到大家的留言哈，不止呢，我们的明辉呢说哈，这个哎呀赞呐，唱得很好啦，以及呢我们的苑林呢说呢，到家还好还来得及哈，大家晚上好。以及呢，我们的 DOR 大大说 Hello， 我们的 RUSA 大大说好厉害的才艺哈，感恩呢我们的 RUSA 大大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哈，别忘记呢，因为我们的伟成师兄哦，在帮忙大家呢，这个剧院要扫地了哈，所以说呢，脚要记得抬起来哈，能抬多高是多高哈啊，记得哈不要得像呀，那就对了哈，感恩。这个明辉呢的掌声，以及呢 RUSA 大大呢这个图片哦，感恩你。再来呢，穿插一下呢，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刚才有没有唱过？刚才是唱什么歌曲？我有点断片哦。来唱个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好了哈，来我们来听个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太祖金雕亮红明，贵府提官王秀丽听，唯独公主不准幸驸马怒会满心兴。去老相兵，叫万姓。哎呀，尊神加倍不将礼敬，听说笑我乐君低音。我回府做义工论府兵，山林行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遐里清凉。不有归阿姨讲红花影。这是呢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哦，在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着这个驸马哈，驸马是男生的哈，代表这个驸马呢非常生气的呢回府呢要来跟这个公主来理论哈，也先欢迎呢我们这个闽汉上来语韩的广播电台。以及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呢，记得呢这个按赞、订阅、分享哦。如果呢，有想要老师的这个专辑作品哈，在我们底下的资讯栏连结，也有呢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的这个连结的购买连结。不止呢，可以在我们的全家以及 Seven 超商，甚至说呢，如果你要宅配到府呢，也都可以呢加我们呢底下的连结有这个赖群组的连结，大家欢迎加入我们的赖群组非常的欢乐，以及呢这个赖群组里面呢都会提醒大家要上来聆听直播，还有呢如果他加入呢要记得呢回答一个问题，叫做说呢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群组哦，感恩我们的闽汉上来。
以及呢，我们的伟成说呢，支持支持，一定要支持的哈，这里满满的这个小时候的回忆哦。你指的是这个竹笋炒肉丝，还是指这个歌仔戏的回忆呢？也感恩我们的 ANNE 大大呢，哇，这个掌声哦，跟我们跟到最后哦，感恩。伟成说哈，少了一圈了，太累了哈，还呢要擦汗一下哈，感恩呢我们的这个敏汉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明辉也掌声鼓励，感恩。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来一首呢这个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来做结尾。等一下呢节目的最后呢也会播放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大家呢就当做来试听一下哦。粉丝团怎么加呢？在我们底下的连结呢，有一个这个赖群组的连结哈，有没有看到？这个呢，底下这个不只有我们的好话四句联的这个连结啦，也有呢我们这个雨涵电台赖群组的连结哈，可以点进去就可以加入咯。你想了解一下哈，有看到吗？还是呢我复制一下给你加呢？等我一下下了哈，我复制一下下，你们呢先听个音乐了哈。等一下呢，我们要来唱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哈啊，因为我在复制这个群组的连结啦，等我一下下哈，一边这个直播呢，一边要复制哈，看来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哈。不对，稍等我一下下哦。有点难点，有没有人帮我点一下？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我们来唱一下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咯。OK， 好了，终于加好了。这个连结点下去呢，就会去我们的赖群组连结哈，欢迎大家加入。但是呢，要回答一个问题，叫做说呢，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群组这样子哈？以防说呢，我们这个诈骗的啦等等进来我们的群组哦。来听一下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公主做事你不明，也是予人心头痒。动手假死伊生病，待好恁后生报警。驸马孝心，无将伊。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翻飞啊，冲了去，军队去领啊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去。歹爸爸经相依，驸马无顾切情义，并过王阳停机。这是呢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哦，都是七开头的，也就是呢我们传统的七字调的延伸版。那呢，如果这个连结呢无法点的话呢，就可以加我的 LINE 我把这上面呢打上来了。然后呢，我们的蛙柜管理员说呢，好厉害，一边打字一边唱哦，这个训练自己的技能了哦。
再来呢，也感恩我们的伟成的拍手喽。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来聆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我们来放了这个伟成的回忆哦。什么叫做伟成的回忆呢？这一段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笋叉马西竹笋呢炒肉丝，一起来听听看喽。夫妻才能再可爱。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经永远要搁做，你有人来我好。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听你讲爱，免来啰嗦。是的，这个片尾曲呢，为你改成了这个竹笋炒肉丝的片段喽。再来呢，我们这个文艺大大说呢，粉红衣服旁边什么什么吗？什么意思？哦，你在说这个保险的这个小鲜肉是不是哈？这个秘密啦哈。这个呢，如果呢你去听呢这个2025年呢这个好友坊电台的节目呢，你就可以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怕你唔知你，唔知伊，今日请你食地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手。心惊当前看对爱，哪当像一看爱。想要做的事，想要摆，不要打落，凭你心地改。拜托别做梦见一苦，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哈，老师明天会唱歌吗？我好像每一集都有唱歌哎。你告诉我哈，哪一集我没有唱歌的哦？雨涵，你有看到上面我的留言吗？在哪里呀？哦，你说片尾曲已经改成已经为你改名了，是这样子吗？还是呢？还是哪一段的这个留言啊？还是说呢，最刺激的是这个庙口拜神有看过光光的各位想想看什么意思啊？这个齁我看不懂，庙口跟肉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个齁哦，在上面一个是不是？我看看哦哈，这个哦。郑雨涵说：“真的都有呢。小时候呢，农村没什么活动，所以歌仔戏呢就是最热闹的，喇叭呢最大声的这个表演活动哦，没有错。歌仔戏呢，这个喇叭咧就是要给它转个紧绷啊，那个对啊哈。一场呢，这个喇叭会当甲转甲破音无关系吼，但是呢，咱一定爱拼这个输赢，拼这个大声吼。”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 AN 可以大大说呢，加好友了，没问题，感恩你。那就让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片尾曲喽，大家晚安，再会喽。苍苍熊，驸马今日上家用，三大兵机。老师，你打算呢30岁继续唱歌吗？还是退休呢？30岁怎么退休啊？当然是继续唱歌啊！我如果算好，我今年已经28岁了哈，今年再一出啊呢，这个一怒打金枝呢是上一出，对不对？从去年开始第一出、第二出、第三出、第四出。如果我30岁退休哈，我只能出4部戏而已，那我为什么要出呢？
然后呢，这伟成说呢，没错，乡下呢都是最大声的哦，没有错。来，一起来听这个竹笋炒肉丝。再来呢，我们的明辉说哈，歌仔戏这么棒，有这位年轻人呢，太厉害了哦！感恩我们的这个明辉的称赞，感恩你哦。也欢迎你呢，加我们的赖群主连结哦，欢迎你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的群主，一起帮我们带动推广这个歌仔戏文化。然后呢，老师，那你80岁还要唱吗？还是退休那呢，有办法的话呢，就继续唱了如果可以唱的话。今天呢，一样呢，有到这个日照中心呢来做这个歌仔戏的推广活动。但是呢，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呢，我居然忘记呢，我要发糖果，所以说呢，就给他们欠到这个2月12的时候呢，再来发这一批糖果了。也祝福大家这个新春愉快。让我们继续来听竹笋炒肉丝。蜜蜂大家说一直拖着老师不放，然后呢，老师你的项链有什么含义吗？这个项链是粉金呐，粉金呢就是招人缘，然后呢，有的人说这个招这个爱情但是呢，我想跟这个爱情呢应该是没有相关联不然我戴了这半年呢，我好像没有招到爱情这一方面了。所以应该是只有招人缘了再来呢，这个伟成说了，老师120岁还要不要继续唱？老师呢一定假巴黎啦。太搞笑了吧，大家呢开始聊起来了，不放我走这个呢，哇，贵我们的管理员呢跟大家推广一下主播呢叫做郑雨涵，可以搜寻我的脸书以及 IG， 也别忘记呢我们的 YouTube 要帮我订阅，帮我关赞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那呢等一下，怎么这个聊不完？这个蜜蜂大大说呢，老师你新年呢还有直播吗？还是放假呢？新年呢会放假了因为呢这个新年呢我这个白天的这个超市业的工作有上班，所以说呢这个新年呢我们会放假几天那大家呢这个新年的时候你们就好好的出去玩感恩大家。再来呢我们就回顾一下这个竹笋炒肉丝别插嘴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佳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乖啊，你太过分，2摆打我够无够？你真歹心，你予我走，我要亲嘴甲惊到，予你过甲我文草。你阿哥唔知悔改，想要看的，给我一摆扑啊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孝心，予你钓车囝。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虽予人心头硬，动手假死啊医生病，大好饮跳心不明。不怕挑衅，无将面，因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翻边啊，冲了去，分类去。
难消气，也歹北保尽受益。我嘛无够找情义，便可光阳情义。